明良，你安尼讲是咧口说话笑。我感觉你甲俊生拢同款，对代志的想，拢想过主观。拄则你还阁会当替天告白啊日流思想，是安怎你即马无法度替我想呢？你到底咧想啥？我实在拢无法度了解。我只是希望你知影，我一直拢真珍惜咱两个自细汉到即马的种种。读大学了，咱开始拢有家己的想，咱嘛是捌讨论过这件代志啊。对，人活伫这世界，就是因为家己有独立的思想甲看法。也毋过除了这，你敢相信你会当冷静处理你的感情世界？你咧讲俊生？我是，我最近甲伊的感情有较好，而且伊嘛真照顾阮兜的人啊。也毋过我希望你会当了解，什么才是你真正需要的感情。等者，我知影我家己需要什么感情，但毋过你是一个查甫囝，现在你唔敢讲出来。你唔敢讲出来对？还是你甲恁爸爸同款，遐尔啊软弱，把感情藏伫咧心肝内20年，拢一定唔敢讲出来。庆兰，庆兰。庆兰，你哪在哭啊？是明明良欺负你？无啦，无上好啦，行啦，我带来看下啦。看啥？谈到白啊！庆兰，哎，明了，你来我拄好啦。你毋是要找谈到白啊？我找着。我来帮你倒。内底啊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若无甲我讲就走出来啦！明了，我做无路了，等你呢。爸，足惊的哦，我足惊的啊！你免惊啦，我伫这啦，你免惊啦，爸。我伫遮坐也无代志，我看我还是出来斗找添到一个。我来小气啊！你唔通去啦！即摆明明吼已经去找啊，连伊就倒转来啊，又特别交代呢，叫你踮遮等。若无吼，伊若倒转来看无你的人，恐惊伊会怪我。啊，毋过你带我来办公室，万一若叫秀霞小姐看到，一定会误会。我已经讲过啊，袂用个为着我破坏恁的婚姻。这你唔知影啦。其实吼，我甲秀霞婚姻会出问题，甲你的出现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你讲这是啥物意思？你甲伊结婚遮侪年啊，你哪会用讲这款无负责任的话？你是毋是挑伊个要安尼讲的？要叫我等于你的媳妇边？我甲你讲，这是无可能。小琪啊，你安尼讲哦，对我无公平啦。咱自从熟悉了后，我对你无一天哦无去思念你啦。真可惜，当当时哦，我无带你走。因为你无迄个勇气，对无？过去的代志，莫阁提起。无得卡，迄就是命运的创治人。咱即摆会当阁再重逢，互我知影明良甲你拢真平安，我已经无啥物遗憾。小琪啊，啊我呢？你来替我想看卖啊！你应该对秀霞小姐较好，搁较安怎讲，伊嘛是你的某。无可能啦，我这世人哦，无可能搁甲伊做伙啊！干嘛呢？我继续讲落去啊！哎呀，我听得当精彩呢。秀霞，你来偌久啊？看我来偌久，敢有重要是？哎呀，歹势吼！我煞袂记的，这临门进前啊，我应该先弄问，才袂去搅了着牛郎织女会。秀霞小姐，你误会啊！
我是因为添口这个失踪，所以我才甲说明，甲院长伫遮讲嘛奇怪呢。这人若胖进去吼，应该是外口吹啊。是安怎恁两个煞要伫即间办公室内底咧讲细声话？哦，拄则我若是无听唔对，我敢若有听到人讲要带你走呢。啊，咱小笑问一下吼，唔知恁两个伫当时要离开啊？我也唔知通甲恁争去。好啦，你是咧后面讲啥？你有啥物话哦，你就直接讲，莫当遮借口倒射。好，话你讲的哦，我今日就将我讲清楚。我跟你讲，我管恁两个人究竟到底什么身份存在？我唔准恁两个伫我尻前后偷来暗去。是说，你想我听清楚，我马秀还是你手下明明生出倒来某囝。就是吼，因为你是我的某囝，这就是我今仔日的痛苦。是说明，你无我背你的人，当年你留校倒转来，若无我若遐开始去背后你做院长，你有去哪你的事业，你今仔你的地位，当年若无我妈秀下，因让你靠可能找倒转来，互你爸仔惊团圆，是啥物人辛辛苦苦将明良抚养大汉？是啥物人提起查某一人活一日？是啥物人一路再陪伊到大学毕业？我无功劳，我嘛有苦劳。你无感谢我不要紧，你搁责备我。你甲我讲个清楚，想做你操我，才导致你今仔日痛苦。小夏小姐，你莫生气啦。说院长，伊可能是心情无好，才学袂讲话啦。你甲我听听，伊心情无好，我心情就好呀。伊若要心情无好，迄就是因为你伫甲讲无伫啊。我无，你若是有，你根本就是来甲我示威嘛。若是你根本就要甲我讲，你比我较了解，你比我较体贴心。你敢点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讲了无唔对啦。这间大病院是恁妈家开的啊，这一切拢是恁妈家祸害啦。要不我得到是啥？是痛苦而已啦。淑琪啊，伊啥物话拢无予我。要不过至少伊替我生一个囝，互我世界会当继续传宗接代啦。啊你咧？啊？讲来讲去，你就是快我无替你世界生这一人官路。好，既然代志变到安尼时，咱就将会讲清楚。咱三人伫遮，是这里，我跟你讲，你到底打算要安怎？打算要安怎？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安尼，有命！你要甲这何人结婚是？细妹，你若甲秀华小姐离婚，我嘛无可能甲你结婚。爱一个人需要我等，需要我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。你若甲秀华小姐离婚，我嘛无可能甲你结婚。淑琪，你哪会咧讲呢？我袂用做破坏恁婚姻的罪人。是，你变甲拢为你家己想，拢无替别人设想。秀霞小姐，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，甲我的想法，但是你应该当放心啊。我祝福你甲细明白头偕老。祝福恁圆满幸福。淑琪啊，淑琪啊！马秀，我问你，你到底爱我安怎做？你才肯帮我耍？我只是一个查某人，我维护我的家庭，我以维护我的婚姻，我有啥物唔对，我都遐做唔对，我为你安怎做？请你将小鸡仔放袂记，咱感觉是别人眼中所形成一对红仔某啊！红仔某，已经无可能啊啦！我甲你讲哦，就算讲淑琪啊以后唔插我啦，
无可能去做伙啊！哈！哎，哥，你今日无去上班？是啦。阿哥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你袂记啊？上迄节甲迄节嘛，今要搬来台北啊，我甲庆南要去接伊啦。啊，了后我带去陪伊上班。对啦，哥啊，你是家己安排什么职务？啊，既然伊是庆人的饲大人，咱嘛袂用互人伤委屈啊。啊无，叫因老爸做，竟会做组长啦。啊，若迄节嘛，暂时安排叫伊管理清洁甲卫生方面的工作好啊。安尼真好，我想哦，庆南一定足欢喜的。哎，阿哥，无我出来。啊，对了，阿哥啊，明仔载是我毕业典礼，我想要踮厝开一个 party， 你一定爱来哦。对啊，最先现在要走是要走到底？就讲要去接庆人的老爸甲老母啊。阿兄，那即摆是安怎？咱阿嫂无伫个，逐工阮先仔啉哦。搞起运气总是来嘛。等你莫骗我。自从阿嫂转去后头厝了后，你逐工就啉啊醉茫茫，你根本就一个毒品现身嘛。你无就了解我心情啦。啊，你今日来有啥物代志？我是来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啦，迄个素琴哦，啊，毋是，应该讲是属鸡啊，伊已经恢复记忆，而且嘛已经转来台北，即摆甲明良伫外口洗厝的咯。是啊。啊，你今日来，甲我讲这代志是啥物用意啊？我当然嘛是要斗相共啊，咱是亲兄妹仔嘛，手骨是寸入无寸出的嘛。是讲哦，我话大进前哦，假使讲我来帮助你得到属鸡啊，阿嫂要你家己想办法。你啥物要来做？我当然，嘛是为了我家己啊。你确定阮阿爸是老人戆大症？中听伊的症会愈来愈重，即摆医学安尼发达，而且连你的医术都无法度甲医治醒。即摆医学虽然发达，也毋过有一寡症头，毋是即摆医学上会当克服。是要安怎？敢讲我着爱目睭紧紧看伊安尼继续恶化落去？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，好好家己治啊。明阳，自从你读大学了后，咱爸仔囝的感情就愈来愈疏远，咱愈来愈无话讲。阿爸知影，伫你的心内，你一定咧怪我，怪我讲我有这个能力经营这间大病院，也毋过我煞无法度予你一个温暖正常的家庭，对无？我无权利怪你，也毋过我著想，我有两个老爸，两个老母，以正常来讲，我是比别人搁较幸，因为我家人一份亲情。不过代志毋是我想的安尼，家庭对我来讲敢若一个边框，我根本就毋捌体会到家庭的温暖。月亮，我有一个计划，我打算吼要伫外口买一间厝，那你、甲恁阿母、你我，咱三个人来咱住做伙，重新再建立一个温暖又搁美满的家庭，那呢我就通弥补对恁的亏欠啊。丽英，阮阿母讲了无？安尼做只是互代志愈来愈复杂，而且我嘛袂用放阮阿爸无管啊。这添到尾啊，哪有啥物问题啦？即摆吼，伊住伫遮，有护士咧甲照顾，你来咱放心啊。爸，请你了解，你是生我的老爸，不过伊是甲我饲大汉的老爸呢。伊即摆得了老人戆代志，毋是甲伊放去病院就准煞。伊即摆上需要是今日是说对伊的照顾、对伊的关心，互伊感受到亲情。这拢是我爱做的，因为我是伊的囝。不管是亲生还是养的啦，反正吼，我伫你的心目中，永远就无法度甲添狗病比着无。你莫袂记，我嘛有甲你栽培啊，我甲你栽培到大学毕业啊，我嘛是有付出啊。要毋过命运就安尼安排，我免哪有法度啦。你莫叫是讲哦，干来你失去尔啦，我嘛失去真济啊。哼，我即摆连我唯一的亲生囝都强要无去啊，你知影无？你永远就是我的爸爸。要毋过你嘛袂去否认，我是添到阿爸的囝啊！你莫生气，
我只是甲我的心内话讲出来。我要出来，小等，你要倒啊？我要甲阮阿爸带离开遮，为着即马无药通甲医啊，留咧病院是增加别人负担。是啥物负担啊？明亮啊，你是咱要甲阿爸分得遐尔清楚啊？你应该了解我的做人啊！我对田到爸吼，只有感恩啦，我哪有可能不爱插伊啊？明亮，即摆田到爸上重要的，就是要有人甲照顾，莫互伊受咧刺激。你有田到爸住在遮，我甲照顾。以后你莫让甲恁阿母常来陪伊啊。哎，进来，哎，你这嘛，你来讲，哎，哦，这个病有够大间的哦！哎，大家早，明龙啊，你来遮？这位一定是院长啦吼！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廖喜啊，你叫我以后叫我阿喜啊就好啦。我今日吼来这所在吼食头路啦，讲这位讲真悬呢，讲做什么长啊？什么长？警卫组的组长啦。哎，对，警卫组的组长啦，以后多多指教，万事拜托。警卫组的组长是创啥物？院长啊，歹势啦吼，你莫听到你老会害啦。打起来代表你在黑白讲话，下死下气。我哪黑白讲啊？准先家己安尼甲我讲的啊。尊先啊，拄则伊讲的是，校长，这是阿哥安排啦。阿哥安排吼，迄只甲迄进咱病院上班啦。啊，搁庆咱以后嘛要咱遮负责行政的工作。明了，我这个安排袂歹吼。很好啦，恁继续在遮讲啦，我有代志我要先出来。明娘啊，嘿，明娘啊，这囡仔是有影哦。哎呦，明娘是咧无问啥物货啦？我本来想讲吼，叫伊带咱去看天狗呢。对啦，院长啊，天狗最近情形啥物款？我已经彻底甲检查过啊，伊确实吼得着老人戆呆症。啊，老人讲呆症，这是啥物镜头啊？啊，着有时阵吼，伊读壳真清醒啊，抑过有时阵，伊连伊家己做啥物代志，着拢唔知影。哪安尼啦？你即嘛，你若袂放心哦，无我即马带你来看伊啦。好，起来，起来。行。一定是明良转来。明良，头家。你好，我坐得到你的消息了后咧，就马上赶来看你啊。sorry，唔是，即摆应该叫你小基啊，小基啊，我是毋是当入来你内面坐坐？头家，内面请坐。多谢。你请坐。头家，请啉茶。小基啊，你即摆毋是像以前伫我厝口斗相共，你无需要搁叫我头家啊嘛？免遮尔啊客气。来，遐坐。我想讲，你一定感觉足奇怪。我明知你住遮，对无？这秀华好好讲的。秀华小姐的代志，我真抱歉。虽然我细年过去有一段情，不过我无希望破坏因翁仔某的感情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即摆情形我家己真了解。小琪啊，我今日毋是专工要来讲伊的代志。实际上，我是为着我家己来。我相信讲，你还阁毋知影，美观伫咧离开我厝了后呢，伊就转后头厝。因为我知影，伊是甲我伫激气。是讲安尼好啦，伊无伫咧厝咧，我精神上听到甲我非常的轻松。
这段日子，我嘛一直咧责备家己，是安怎？我会互头家娘对我造成这么大的误解？情